四強英格蘭面對西德，係英格蘭自1966年後最接近世界盃決賽嘅一次。西德由布林美罰球射中保羅，柏加改變方向入網。英格蘭其後由連尼加追平。加時階段，柏列射中柱，加斯居尼亦因一次犯規領黃。若英格蘭晉級決賽，佢將停賽。加斯居尼當場流淚。呢一幕成為英格蘭足球史上最著名嘅情感畫面之一。互射12碼中，皮亞斯同馬杜先後射失。西德晉級決賽，英格蘭最後喺季軍戰以1-2不敵意大利，但加斯居尼、連尼加同整支球隊贏得咗國民嘅心。而英格蘭禁賽，歐洲亦因為呢滴眼淚令英女王心軟，再度讓英格蘭球隊可以出戰歐洲賽。西德由碧根包華領軍，陣容成熟而平衡。馬圖斯係中場核心，佢喺國際米蘭效力期間已經成為世界級球員，力量、遠射、組織同埋領導能力俱備。奇連士文、和拉、布林美、路達、貝圖特、科拿、希士拿同埋伊拿等人組成黃金一代。西德喺分組賽表現強勢，先以4-1擊敗南斯拉夫，再以5-1大勝阿聯酋。雖然同哥倫比亞打成1-1，但仍然以小組首名出線。淘汰賽之中，西德以2-1擊敗荷蘭。呢場比賽充滿火藥味，列卡特同和拉互相衝突，列卡特更向和拉吐口水，兩人同被逐離場。荷蘭作為歐洲國家盃冠軍，擁有古列治、雲巴士頓同埋列卡特，但係狀態低迷，最終提早出局。西德8強以1-0擊敗捷克斯洛伐克，馬圖斯射入12碼。4強再淘汰英格蘭，第3次連續打入世界盃決賽。決賽喺羅馬奧林匹高球場舉行，由西德對阿根廷。呢個係4年前墨西哥決賽嘅重演。1986年，阿根廷以3-2擊敗西德。4年後，西德終於迎來復仇機會。比賽本身並唔流暢，阿根廷受傷兵同埋停賽影響，簡尼基亞無法上陣，球隊功力大減，只能夠以防守同埋拖慢節奏應戰。西德長時間控制比賽，但面對阿根廷密集防線，亦都唔易揾到突破口。比賽進入尾段，和拉喺禁區裏邊被新鮮尼侵犯，球證判罰12碼。阿根廷球員強烈抗議，但判決冇改變。布林美冷靜主射入網，西德以1-0領先。阿根廷其後無力反撲，蒙桑同埋迪蘇提先後被逐，成為第一支喺世界盃決賽中有球員俾紅牌罰下嘅球隊。中場哨響，西德第3次奪得世界盃，追平巴西同埋意大利當時嘅奪冠次數。而阿根廷亦都成為第一隊喺世界盃決賽冇入球嘅球隊。呢場決賽亦係西德名義上嘅最後一次世界盃。幾個月之後，德國完成統一，西德同東德合併為德國，因此1990年嘅冠軍既係西德足球嘅巔峰，亦都係舊時代嘅告別。碧根包華亦都成為繼巴西嘅薩加魯之後，另一位分別以球員同埋教練身份奪得世界盃嘅人。作為球員，佢喺1974年率領西德奪冠；作為教練，佢喺1990年再次站上世界之巔。1990年世界盃常被批評為防守過重、入球偏少、比賽沉悶，但佢同時係一屆充滿故事性嘅賽事。喀麥隆打開非洲足球嘅新境界，愛爾蘭首次參賽便打入8強，英格蘭因加斯居尼眼淚而重新連結球迷，意大利因史基拉斯嘅突然爆發而經歷美麗又痛苦嘅夏天，阿根廷憑馬勒當拿、簡尼基亞同埋哥耶高查一路苦撐到決賽，而西德則以成熟、冷靜同埋紀律完成復仇。如果1986年屬於馬勒當拿嘅個人神話，1990年則更似係一場現代足球轉型嘅預告。防守組織、身體對抗、戰術紀律同埋心理壓力開始凌駕純粹進攻藝術。漂亮足球並唔一定勝出能夠控制細節、承受壓力、把握有限機會嘅球隊，先至可以走到最後。西德唔係最浪漫嘅冠軍，卻係最穩定、最成熟，亦都最有復仇意味嘅冠軍。1990年意大利世界盃因此成為世界盃歷史上一屆冷峻、沉重卻永遠難忘嘅賽事。